12. 询问对方。9. 引把人之话。你多大岁数了？确认罗嘎才人，确认罗嘎才人。我50岁了。俺罗俺就人，俺罗俺就人。你多大了？确罗嘎才人，确罗嘎才人。我26岁。俺罗年和杂州人，俺罗年和杂州人。他多少岁？可罗嘎才人，可罗嘎才人。他37岁。可罗孙就所等人，可罗孙就所等人。你是什么属相的？全节罗姓节人，全节罗姓节人。我的属相是马。你罗姓大人，你罗姓大人。你的属相是什么？全节罗姓节人，全节罗姓节人。我的属相是牛。你罗姓龙人，你罗姓龙人。你的家乡在哪里？全节帕尤戛纳人，全节帕尤戛纳人。我的家乡在德格。你帕尤德格人，你帕尤德格人。德格是格萨尔王的故里。德格格萨加比春游人，德格格萨加比春游人。德格印经院最有名。德格巴空格着清薄人，德格巴空格着清薄人。你的故乡在哪里？全节帕尤戛纳人，全节帕尤戛纳人。我的故乡在巴塘。你帕尤马通人，你帕尤马通人。巴塘的弦子很有名。马耶格着清薄人，马耶格着清薄人。他的故乡在哪里？去帕尤戛纳人，去帕尤戛纳人。他的故乡在康定。去帕尤达人多人，去帕尤达人多人。是康定情歌的故乡。单独在耶达萨人，单独在耶达萨人。他的家乡在哪里？没帕尤戛纳人，没帕尤戛纳人。他的家乡在甘孜。没帕尤戛人子人，没帕尤戛人子人。甘孜踢踏很有名。戛人子哈着盖着钱，戛人子哈着盖着钱。你去过白玉吗？去巴尤拉若恩用，去巴尤拉若恩用。没有去过。若马用，若马用。白玉的银匠很有名。巴尤节恩嘎尔盖着钱，巴尤节恩嘎尔盖着钱。兴隆有什么好看的？鸟笼啦戴墨几月人，鸟笼啦戴墨几月人。兴隆郭庄很好看。鸟笼着青戴墨摇来人，鸟笼着青戴墨摇来人。扎西卡有什么好看的？扎去看啦戴墨几月人，扎去看啦戴墨几月人。真达郭庄很有名。真达郭着盖着清薄人，真达郭着盖着清薄人。礼堂的什么最有名？礼堂给盖着切去近一人，礼堂给盖着切去近一人。八一赛马会最有名。阶级大军人的盖着切，阶级大军人的盖着切。雅江的什么最有名？鸟去去盖着切去近一人，鸟去去盖着切去近一人。松茸最有名。北哈盖着切来人，北哈盖着切来人。藏族谚语。北节当北，撒万容吉达，这不引吉的，撒万容吉达，这不引吉的。自己播种，他人收获。撒一我的诺不月，你日车的德西月。撒一我的诺不月，你日车的德西月。大地下埋藏着珍宝，勤奋中蕴藏着幸福。你的没得中国，投入加码新国，
你的没得中个，投入家嘛现个。世人须正直，秤杆要笔直。